10辆小自行车，还有木枪，再买点乐器来。好啊，孙军同志，还要点什么呀？啊？你都参观过了啊？这个农庄可真太好了。嗯。哦，什么时候安装的？机械化作业班刚给安装上。啊，真是太好了。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。在你们这儿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你今天就走吗？副园长同志，木头已经解决了。啊，别忘了技术课今天考试。同志，我还想访问几位同志。啊，机械化作业班班长他现在在哪儿呢？机械化作业班班长啊。啊，你怎么对他感兴趣？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他的事迹。没有什么事迹，不像你所听说的那样。是吗？我可听说很生动啊。他现在不在，出车到郡里办事去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非常想要见一见他。那你去访问一下幼儿园的负责同志，他是我们这儿的民青委员长。啊，他在哪儿？我正准备要去访问他呢。他们宣传队现在可能在地里。啊，辅石同志。啊？你陪着记者去找一找顺基。好吧。顺基同志，记者同志找你。一路上辛苦了。你好，打搅您了，想和您谈谈。好，给你苹果，给你，你一个，来，你一个。他是个民青盟员，有一阶段闹过思想问题，可那是过去的事了。谢谢。那去玩吧。那么，你们是怎么帮助他的呢？记者同志，我看一个人要相信自己的力量，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是啊。种这些苹果树的时候，有些同志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丰收的景象，更想不到我们村子会变成这样。可是没有多久，正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使这些实现了。秉基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那时候，他就一心想离开这里，离开生他和养育他的村庄，所以他没有一天不是。昨天晚上，丙基同志没来参加技术学习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听说他昨天晚上因为头疼没来。我看他最近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。听说他想离开这儿。我也听说了。我们不能让他走，我们也有责任。咱们过去很少关心他，从思想上对他帮助也不够，应该找他谈谈。你说呢？是啊，他最近和组织的关系越来越远了。我看你得找他好好谈一谈。最近他也不好好学习，给他图书馆里工作也不爱干。咱们多动动脑筋，想法帮助他。嗯。哎呀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说，你伤着没有啊，小伙子？怎么搞的，把苗圃的帐子都撞倒了啊？就因为这只羊。你这个惹事的家伙！哎，我真不知道你要想干什么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啊，不要紧的。不干自己的活，到处惹事。司机同志，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哼，看你那样，还总要想开个拖拉机。你看，一只眼了。算了吧，为了这么点小事儿，你别垂头丧气的。你不开就别开嘛。我说的对不对呀？哎，他这太能惹事了。我看呐，这回非得让他赔钱不可。哎，永山，咱们回家吧。永山，你的丙基又惹事了。什么？他开着拖拉机，把苗圃的帐子都给撞倒了。我看这回非得让他赔钱不可。你也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的儿子。书记他别发火了，还教训起人来了。您看见田埂坏了，应该帮他。我赌上，让他在那种自己的大麦。爸爸，我说你又怎么了？爸爸，您应该好好的跟永山大叔说，不应该唠唠叨叨的责备他。得了，我又不是民情盟员，用不着你来管我。您不能这么说。我怎么说不用你管，你少来插嘴。您和他吵不能帮助他，刚才对丙基也是，应该耐心说服，让他自己认识他所犯的错误。可您净跟他嚷，
您这样做很不好。你说什么？用不着你来多管闲事，嗯？哎，别喊了，人家还以为我们吵架呢。走，回屋去。你这个爱叨叨的嘴，叫我怎么说你呢？应当知道自己的毛病，你怎么好跟人家吵呢？怎么着？照你这么说，他把苗圃的帐子都给撞倒了，我再鼓励他，你就高兴了？啊？你给我进屋待着去！你呀，哼！嘿，哎呦，永山大哥，庄稼事弄得可真好啊！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地和鸡起的是一天栽的，可你的长得绿油油的，多壮啊！嘿，我连抽袋烟的功夫都没有啊！怪辣的，抽烟还得花钱，多不合适啊！能比给辣椒铲草有意思吗？啊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哎，你从作业班里回来呀？是啊。哈，哎，你没听说叫我们赔钱的事儿吗？赔钱？我儿子丙基呀，把木杖子给撞坏了啊！我听说了，大家都说啊，这回一定得让他赔钱，连上回打的那个菜缸一块儿赔。哦，一块儿赔钱？现在要是开会呀，我也提意见，得让他包赔损失啊。你还有脸在家里头坐着？哼！你呀，哼，到处给我惹祸！你开的哪门子拖拉机呀？赔吧！爷爷，你猜我拿的什么？我猜不着，叫你叔叔猜去。这还猜不着？你看，爸爸要回来了。哦。哦，哦，嗯。来，念念，快点，大声念念。我已复原，数日内回家。秉哲，电报从哪儿打来的？城里。哎，好极了！他一定是复员到工厂了啊！嗯，哦，你哥哥分配到工厂了？是啊，电报是从城里打来的。啊，成吉呀，咱们呐要到城里去住了。嗯，你每天都可以看电影儿。妈妈，妈，爸爸要回来了。什么？爸爸要回来了？嫂子，来电报了。哎，咱们呐要准备搬家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我哥哥到工厂里去了。他叔叔，明天让你去开会。啊？明清开会？以上是本星期的工作计划。还有一件事需要讨论，那就是怎么样来帮助丙基同志。他不按分配参加劳动，工作不努力，擅自开拖拉机撞倒了木杖子。我的意见，组织上应该严肃处理。他擅自开拖拉机，撞倒了木杖子是很严重，可是，进来。
到隔壁等一下吧。可是更严重的是，他不爱劳动，不服从组织分配，不遵守组织纪律，不接受批评。他把这次撞倒木杖子的原因都推到杨的身上，不从自己思想找原因。民情委员长同志，应该严厉的批评他，处分他，他才能改正错误。我同意。你们的意见是处分他，处分就能使他转变吗？我看咱们还是再研究一下，怎么能更好的帮助他。大家谈谈吧。我们要热情的帮助他，不要对他冷淡。让他进来。哎，你同意吗？民情委员长同志，秉基同志，秉基同志，民情委员长他走了。真客气。同志们，25个小分组里已经有5个小分组除完了第1遍跑了，我们大家要加油干的。为了实现我们向党和首相表的决心，我们一定要分秒必争。水田要除5遍草，旱田要除3遍草。25个分组里，我们是第5名，这也不错了。这回1分组那个大胡子组长可落在后边了，我太痛快了。上次竞赛总结的时候，气得我都没吃下饭去。今天晚上我得吃2大碗面条，坐在组长跟前好好气气他。这个办法不错。成绩妈，成绩妈呢？成绩妈在这边地里除草呢。大娘，成绩爹回来了。什么？成绩爹？啊，真是回来了啊！成绩爹回来了，走，咱们快看看去。哎，快点！你好，大婶。你好啊！怎么不捎个信就回来了？秉哲，你回来了，大叔，太好了，回来了，你们都好吧？你好。哦，这是谁呀？我是老朴家的小儿子，不认识啦？长这么大了。哎，你在前方立了不少战功啊！啊，太好了。太好了！是啊，秉哲回来了，咱们村可又多一个壮劳力呀！快回家看看去吧，家里人都等着你呢。快回去吧，成绩妈该多高兴啊！啊，快回去吧，走吧，快回家吧。是啊，是变了，咱们村的变化可真大呀！哎，你还没见着你爹吧？啊，他现在没在家，可能下地去了。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他一天从早到晚1分钟也不闲，像个蜜蜂似的，总是忙着干活，真是不怕辛苦，可勤快了。
是吗？他给集体干活也挺勤快，可给自己家干起活来，连觉都不睡了。好，晚上咱们有功夫再谈吧。哎哎。落后分子。爸爸，成吉，成吉，你都上学了？啊！你好。你辛苦了。你在家更辛苦了。爸爸，啊？你看表扬妈妈呢。李凤女同志的事迹。什么同志？啊，不是，是李凤女妈妈的事迹。李凤女妈妈每天很早就去下地，她一天完成日工作量的3倍。啊？这是谁呀？你好。啊，顺基呀，长这么大了。他现在是民青委员长了。是吗？对不起，委员长同志。爸爸，把你帽子给我。嗯。成吉，看。我们家丙吉没有很好的参加民情组织生活吧？怎么了？啊，我相信他会变好的。顺基为他也操了不少心呢。看你大嫂，你回来我就放心了。他说你回来他就到工厂去，前几天他还说把家搬到城里去呢。我先到李委员长那儿去一下。大嫂，你怎么不等秉德大哥到家就跟他说了？我不说他也会知道，到时候还会说我瞒着他，生我的气呢。啊，看你说的。我最喜欢我叔叔。他给集体干活也挺勤快，可给自己家干起活来，连觉都不睡了。我相信他会好的。你回来我就放心了。他说你回来他就到工厂去，前几天他还说把家搬到城里去呢。哎，好了，成吉呀，过来，叫爷爷好好看看。嫂子啊，成吉可真有意思。他说等他爸爸回来，他要当人民军，还让我教给他快点长大。爸爸，爸爸啊，你在部队里常看电影吗？当然常看。他是个电影迷。哼，妈妈，你看过《英雄李寿福》那个电影吗？爸爸，啊，你见过英雄李寿福吗？他真勇敢。没见过，可我知道他。成吉呀，可聪明了，知道的英雄人物事迹也多。哦，真的。等你长大了，参加人民军，也要跟英雄李寿福叔叔那样，啊？是。爸爸，啊，该开会去了。哎，我该找同学学习去了。哎，好。你怎么不去开会啊？啊，哥哥，咱们赶快搬到工厂里去吧。
工厂。我一直等着你回来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咱们全家也搬到城里去住。我的事儿都怨爸爸，要不是他拦着我呀，我早就不在农村了，搬到城里去，到工厂搞技术去了。定基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到工厂，我一定是一个革新者。可在这儿能搞出什么名堂来？是这样，难怪人家议论你。你工作是为了搞名堂，你好好想想，这是什么思想？丙基同志，开会了。你开会去吧，别乱想了，快去吧。赶紧走了。丙基同志，丙基同志，我要的那本书你给我带来了吗？你这算什么图书管理员呢？你来了，好，开会吧。听说丙基他们校分组除草除的不干净，地里剩了很多草，所以他们得分少，又落后了。是吗？哎，又升旗又是我们的了，可真对不起了。别那么得意。同志们，我们大家不能松劲儿啊！除草质量
要提高，除草的次数也要增加呀。为了多除一遍草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再加把劲儿。金日成首相在一次现场会议上曾经教导我们，要把兴修水利看作是技术革命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要找到水源，哪怕是多增加1滴水，也要用来灌溉我们的旱田。我们的粮食要增加产量，把国家的仓库都装满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才可以无愧地说，我们是农业生产战线上的红色战士。好，散会了。哎，组长同志，我们的胜利可以说是没问题的，你不同意？我说他大婶儿啊，这可真抱歉呐。你看看，你不羡慕吗？嗯，我看不见，我最近呐得了夜盲症了。听说晚饭你吃了2大碗面条，这能消化得了吗？啊？我现在已经饿了，还得吃1大碗呢。好家伙，他可真能逗乐子，就连你这大胡子都说不过他呀。我现在还不认输，你先别高兴。这点小事算什么？不算什么，还不是因为你们，咱们小分组才输的。同志，你不觉得难为情吗？什么？行了，走吧。走。我们什么也不羡慕。对。爸爸。嗯。为什么别人总对叔叔有意见呢？啊？我不明白。叔叔说等爸爸回来，他就要到工厂去。爸爸，你别让他去啊。你最喜欢叔叔。睡觉去吧。爸爸。啊？妈妈还说你不对呢。说什么？说你不给家里写信。快睡觉去。爸爸。又有什么事儿？爷爷的名字也登在墙报上了。登在墙报上？表扬爷爷什么了？批评爷爷耕地的时候专挑好地耕。
春美花啊，你的眼睛往哪儿看呢？应该放在你的活上。鸽子喜欢什么呢？大豆。真气人。你哥哥像个铁人，白天黑夜的干，我真感动。可我不明白，他对你不关心，你应该主动找你哥哥去说说。他是咱们分组的组长，哼，他说话是能够解决问题的。行了，切，我不想说了。第1和第2分组已经开始在找地下水源了。同志们，如果地下水源能找到，首先可以灌溉那边20丁步的旱田，明年春天可以变成水田。这个计划，同志们怎么样？哎，这个计划不错呀。照你这么说，都变成稻田，那该多好啊！是啊，那就叫一举两得呀！啊！我看那边柳树底下可能有水源，挖挖看看。可以试试，就是。哎，眼下活这么忙，又那么大的工程，如果要是没有水，那不白耽误工了吗？哦，哪有那么多顾虑呀？这叫做保守主义呀！哎，说的对呀，等着水自己流出来嘛，那是保守思想。永山，你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，你得发言呐。是啊，大家有什么意见提提吧。永山大叔，快说说吧。永山呐，别写了，怎么想着就怎么说吧。啊？我们青年人要求打冲锋，抓紧干，快找出水源来。好，对，我敢干。3分组先开会，哎，秉基，你还有个魂没有啊？现在是1天等于10天，看看你年轻力壮的，你还想怎么的？你白长这么大个个子了，真够呛。走吧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才能懂事？现在咱们全村人都动员起来，投入了抗旱。您先把园子里的活放下，别总是龙自留地了。你也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去打井吧。我们也为打井的事开会了。他叔叔，年轻也开会了吧？秉基，你要振作起来，好好干，起个带头作用，大家会改变对你的看法。你哥哥说的对，好好干活，让大伙好好看看咱们。我想你能够会变好的。为了执行首相的指示，建设我们新农村，咱们家应该起模范作用，不能落在后边叫人家议论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哎，加油干啊！快干！哎，抓住了！哎，哎呦！哎，快点干呐！你好，老爷爷。呵，你还来呀？怎么不在大树底下睡觉了？我从来就没看见你按时来过。哼，我怎么了？我就是休息了一会儿。我说，你没看见那边地里的庄稼都快旱死了吗？啊？怎么？现在是你到池塘里去抓鱼的时候吗？啊？你在我工作里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什么？切，真讨厌。真够呛。
来，给我。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愿意在哪干就在哪干。哎，大嫂。程吉他叔叔最近情绪很不好，你跟他谈谈吧。他想到城里去工作，你愿意让他去吗？那他是怎么想的？你回家以后，他的情绪更坏了，我怕他突然自己走了。我不知道我弟弟秉基是这样不听民情组织的教育，所以我们工作开展的不好。我们希望你帮我们关心秉基同志的思想进步。面党委也非常关心他的进步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只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您。你能告诉我这些太好了，我们共同帮助他。哎，老人说你几句，你就顶撞他们，你没有完成民情组织交给你的任务，你这样多长时间了？你不学习，也不愿意过民情的组织生活，你的思想长锈了。农村有多少工作等着青年去做？你的岁数也不算小了，快给你娶媳妇儿了。哎，也该听话了。行了，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。哥哥，你很少替我着想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不关心我的前途。秉基，你不能这么说话呀！你哥哥还会挡着你的进步。你这种思想到哪儿都一样，就是叫你到工厂去，也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。看看，现在咱们全村男女老少黑天白夜的进行抗旱斗争，可你成天想着前途，你这思想太成问题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你哥哥回来了，咱们都好好干活，咱们全家再没有操心的事儿了。他从小没有妈，就有个犟脾气，他要说个不字，谁说他也不听啊！哎，真叫人头疼啊！民情组织为他费了不少心。秉哲，我得跟你好好谈一谈。他在民情会上挨批评了，心里不痛快。你要是再批评他，还能受得了啊？他总是这样，怎么能行呢？您不能太惯着他了。唉，我是怕他受委屈呀。他就是有个犟脾气，所以我想，他愿意到哪儿去，就让他到哪儿去吧。唉，现在你回来了，他要到工厂里，能够找到工作，
他就不会挨批评了，也就安下心来了嘛。就他这种思想，到哪儿都得挨批评。哼，慢慢的就会好了。你是参过军的人了，哎，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？你以为你小时候，爸爸，啊，是你，有事吗？等我很久了吧？坐下。是啊，请你给我开个件信。啊，好，请坐。请你快点。你怎么这么忙呢？先坐下。你愿意这样生活下去吗？你再想一想。可真有意思，这么多人在关心着我。什么？如果你真的要走，我们也不强留你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无论到哪儿，我们的工厂，我们工人阶级，是不会让那不遵守纪律、不服从组织分配的人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别着急，我的话还没说完。战争给我们还留下一些残疾，工作是困难的。很多工作需要去做，我们要战胜这些困难，咬咬牙一定要战斗。现在美国鬼子正找机会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，我们和美国鬼子的斗争还没有结束。可是你呢？为了个人打算，总想离开战斗岗位。丙基同志，我们不能放你走，让我们在这光荣的战斗岗位上共同奋斗，攀登社会主义高峰。我们朝鲜青年有革命热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丙基同志。从那以后，丙基就觉悟了，他工作的很好吧？不是这样的。看来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，人不能受到一次批评，听到一次劝告就改过来。我也是才认识这个道理。是啊，他也够固执的了。丙基同志在他的生活道路上，又碰到一个意外的问题。永山大叔正忙着给他张罗办婚事，衣服料钱，面条5毛钱，公共汽车2毛钱。爷爷啊？太大了。啊。哎，正合适啊。你看多大呀？哎，合适。看多好看呢！哎，快去吧。1块2毛钱，再加上1毛。哎，不对呀。
对了，我还喝了一杯酒呢。爷爷，你笑什么？啊，算对了。妈，哎呀，你看，太大了，把喝酒的钱忘了算。让我看看。来，你看看。哦，那是给程吉爹买的衣服料，这是给他叔叔结婚穿的。真好啊！哎，对了，来，你看看，就是这个姑娘。是啊。快去玩去，这没你的事儿。陈吉呀，去吧。不知他叔叔喜不喜欢？啊？他叔叔。啊？哎呀！你喜欢吗？哎，你看越喜欢呐，嘴唇厚说明他不爱多说话，胖说明他身体结实。听说去年他挣了600公分啊，600公分啊！哎，1公分3公斤半米，这就是2吨多粮食，另外还有现钱。行了，您别叨叨了，我不想结婚。看样子，你想找个好看的姑娘啊？一个女人，她能劳动、孝敬父母就行啊。哼，好看的脸蛋能出大米吗？你如果要是不反对，这个月底咱们就办喜事儿，啊？我们快点把她娶过来，好挣工分啊！哎，你说的什么呀？他今年多大了？比丙吉大2岁，岁数正合适。他还比他大2岁呢。程吉他奶奶就比我大2岁。过日子嘛，女人大一点还是好啊。看样子，他叔叔不大愿意。嘿，在他爸爸跟前，他能说愿意吗？我知道他不好意思说，嘿，你说对吧？等程吉爸爸回来商量商量，赶快定下来吧。来呀！你干什么？你知道丙吉最近为什么听话了吗？是啊，他比过去老实多了。他要娶亲了，真可笑。哎，这有什么可笑的？哎，你想一想，他当着新媳妇的面挨批评那个样，那他也不能总像现在这样挨批评啊。听说他哥哥好好把他训了一顿。听说丙吉他爹要给他娶的那个姑娘，去年挣了600公分呢。哎呀，听说呀，他还比他大2岁呢。呀，大2岁啊，那一定是永山大叔做的主。他不是看上了那个姑娘，是看上分了。是那600个公分啊，把他给吸引了。你们说这些有什么意思？怎么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哦，要结婚了。啊，你别讨厌他啊。哼，
我不爱听这些。我现在啊，就想劳动。哎，你还记得那个谁呀？就是到工厂劳动的那个。哦，是达善呐。对，就是他。我现在啊，就想找他去。快呀！拽！好了，往上拉！好嘞，往上拉！快点，快点拽，快点拽！好好，同志们加油干呐！好，加油干！快！好，加油！快点，快点！拽，往上，快点！秉基又到哪儿去了？听说到郡里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他在这儿干了几天，我以为他变好了，谁知道老毛病又犯了。要下雨了，您上哪儿去？哎，不要紧的，我给牛割点草去。您别去了，我去割吧。你弟弟到哪儿去了？叫人不放心呢。啊，听说到郡里去了。哦。等他回来，你跟他谈谈，我想他会明白过来的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嗯，去办点事儿。办事儿？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说一声？爸爸为你挺不放心的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说什么？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是不是到郡里找工作去了？找工作去了。秉基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嗯，你到打井工地去看看，都在那儿忘我的劳动，除了你都参加了打井。我不愿意见那些人，你最好别管我的事儿。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哥哥，你不知道关心我，你为什么总留我在这儿呢？你知道大家怎么说我吗？
我不愿意让我的青春浪费在这儿。什么？浪费青春？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你们这是怎么了啊？我们打了3年仗，难道就是为了保护像你这样的人吗？让你这样的生活？你给我滚出去！你愿意我走我就走。他叔叔，嫂子，哎呀，真是的，他叔叔。秉基，你不用管我了。秉基，不能忘记过去呀。那些苦日子。永远不能忘记，在旧社会里，咱们家没有1寸土地，家里穷的没有饭吃。那时候，你瘦得皮包骨，饿得你哭着跟妈妈要奶吃，妈妈流着眼泪。哄你别哭，把你紧紧抱在怀里，这情景好像就在我的眼前。今天，首相分给我们土地，让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秉基呀，我们应该加倍努力，可你要离开这儿，这不对呀，弟弟。我想，就是死100次，也报答不了首相山一样的恩情。我错了，哥哥。出水来！出水来！
变成水仙，真棒，真棒！真凉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个是水多棒啊！现在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分组胜利的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，对吧？现在还不能这么说，等把水引到地里，旱田变成水田，增加了产量，那时候才可以说我们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。但是我们完成的还很不够。你说的对呀。丙基同志，今天晚上民情开会，请你参加。让我参加？是啊。我去。已经10年过去了，那时候我是多么高兴看到丙基同志的进步，那时候的情景，现在好像就在眼前。您为同志的进步真没少费心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副委员长为什么让你来介绍情况啊？原来是我大哥，是副委员长介绍你来找我的。我看出来了，在您的笑声里隐藏着什么秘密。没什么。我是个记者，您不能瞒我，请谈谈吧。啊，丙基父亲操心的婚事后来怎么样了？啊，那个事儿我也不太清楚。那是他爸爸，您去找他谈谈吧。辛苦了，大爷，您忙什么呢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我不明白。哦，哎呀，误会了。没什么。这些个树影子，影响这庄稼长得不好。是啊，大爷，我是记者。哦。把你的事迹给我介绍一下吧。我的事迹？是啊。哎呀，我有什么事迹？哎，抽烟吧。同志啊，你是不是找错了人了？不是，来坐坐。大爷，我都听说了。哦，都听说了。是啊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他们都管我叫个人利己主义呀！哎，
那是过去的事情了。现在一提起来，我还脸红呢。我跟你说实在的吧，利己主义我还有点儿啊。那个时候是1959年的事情了。快点！他来了，快呀，快！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快来帮个忙啊！帮个忙？老大爷，您就帮我抬一抬吧。帮你抬一抬？哼，说的倒是好听啊。为什么砍我们家的木头？谁许可的到我们这儿来拿东西？不是我，是分组长让我们来拿的。我们家的秉哲？是。哼，说谎。是这样。我们做一班的木头用光了，让我们来先借用一下。这是我们家的东西，我不借。马上都给我扛回来，快点！是。都给我扛回去。是。啊，爸爸，今天我们休息，到幼儿园劳动，给小朋友们坐滑梯和飞机。我不听你们这一套，像耗子吃盐一样，一天比一天的少啊！今天你们借，下回啊我就得白搭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把这些木头藏在这儿啊？哎，告诉你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你们不能把我的东西和公家的东西混在一块儿，你明白吗？以后我怎么去要啊？像我这样的老头子，怎么好意思去伸手找人家要东西啊？哼！您现在也用不着，我看就给他们用用吧。别废话，你们快去干活去吧。爸爸，您不能只顾自己呀，应该互相帮助，他们急需就给他们吧。现在幼儿园做玩具缺木头，咱们也不能看着不管呢。你把家里的房柱子快给拔走了，哎呀！走吧。这个老人可不一般呢。哎，你们怎么空着手回来了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差点挨了他一拳头。哦，怎么了？你看他那样。你说什么？你赶快给我放下！这是我家的木头，是谁让你们来拿的呀？啊！
我说永山呐，我听说昨天你把大猪卖了，哈哈，到今天还没给我钱呢。哎，我不是跟你借钱，你也不能让猪圈老空着呀。哎，快去抓个小猪吧，我昨天还买了一只。哎，听说过几天还要分呢。哎，别听那些了，快去吧，不然抱不着了。哎呀，我得快点挑一个呀，要不然我就捞不着了。哎，你给我看着点，我就去啊。嗯。走。大叔，我爸爸到哪儿去了？他走了一会儿了，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。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秉哲，现在有不少人在背后议论你爸爸。听了群众的这些个议论，我觉得确实是有些个道理的。您应该多帮助他，大叔。我也跟他谈过几次了，你看看我这个人能憋得住吗？你是分组长，你爸爸不应该这样。驾，秉哲，该回家了吧？啊，您先回去吧。啊。连一只都没有了，是吗？是啊。那您从这儿抱一只去吧。哎呦，那个手紧的老头子能答应啊？爸爸，牛在哪儿？秉哲在后边牵回来了。爸爸，哎呦，大哥呀，你怎么不给我捎一只来呢？没什么可说的，分给我一只吧。我好不容易才买到手的。哎呦，看你这个小气，我要定了。哼，你想的可倒好。驾，驾。歇会儿吧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，给你送饭来了。你快吃吧。再干一会儿。啊，我来耕。你行吗？啊，行。在战争的时候，我学会了耕地。战争时候？啊。那时候，觉得夜特别短。啊，驾！
嗯，你耕的真不错，比我耕的还好呢。今天耕完了地，明天就可以下种子了。不是说后天下种子吗？我看这天要下雨，应该抓紧时间。爸爸上哪儿去了？爸爸给家里买了2只小猪。为这个事儿走的。哼。哎，你得帮助爸爸呀。老人有旧思想，都在议论他，咱们得帮助爸爸进步。是啊，我也知道爸爸有的时候做的不对，可我也没帮助他。你是个党员，我也是党员。入党的时候，我们宣过誓，为了保卫党，可以献出生命。现在连爸爸都帮助不过来，还算什么党员呢？我们一定想办法帮助爸爸克服旧思想，让他树立起工人阶级思想，和我们一块儿前进。对。爸爸，谁把牛牵走了？咱们的牛呢？别管了。第2作业班需要我去帮助，连人也去。什么时候拉沙子？下雨以前得把家里的仓房修好啊！哼，有脑子没有？撒种也很要紧呐，他们需要帮助嘛。自己家里活还这么多，还没干完呢，能帮助别人吗？我已经告诉你大哥了，别把牛借给这个，借给那个的，懂吗？要先做自己的活。哼！哎呀，爸爸，这借牛的事儿啊，是我决定的，这也是咱们村子里的活嘛。你哥哥在哪儿呢？他在第2作业班呢。哎呀，他可真是个大忙人啊！给你。哎，成吉，咱们的牛在哪儿？爷爷不让我说。哎，你要告诉我呀，晚上看电影啊，在哪儿呢？真的？来。真的？一定了。在那边岩石后边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早上我和爷爷一起去啊。啊。领我看电影去啊！早点回来。哎。啊，分组长同志。啊。给我1支毛笔。我说秉哲呀，你怎么不去干活啊？你没看这天马上就要下雨吗？这要是下了雨，把粮食都浇湿了，你说怎么能够把它晒干呢？爸爸，快回家吧。我要不提醒你，就得出大乱子。俗话说，小心没大错。以后什么事跟我商量商量。对了，爸爸，把咱们家的小猪崽儿给招娣大婶一口吧。什么小猪崽儿啊？哼，你怎么提起小猪崽儿的事儿了？咱们家养1口就行了。我是个分组组长，你得给我留点面子。哼，
瞧你说的。哎，我死了，把东西都拐到棺材里去啊！什么东西不往家拿，光往外运。爸爸，您知道招娣大婶是个烈属，咱们不帮助她，还叫别人去帮助她。我给他哪个呢？这只也不错，嘴短还挺好的。哎呀，爸爸啊，您干什么？啊，来，你给他挑一个，你看哪只好啊？哦，我看都挺好。都挺好，嘿嘿。我看呢，还是这只白的好啊！您要往哪儿送？啊，给他招娣大婶送去。我去送吧。不了，我去吧。修好了，抱一口去吧。好。哎呦，你太辛苦了，还给我送来了。大哥呀，你现在也变了。我变了，这是看我儿子的面子。谢谢吧，我一定把他养肥了。哼！快来，这块有个洞。就，哦，驾。顶级叔叔，快来呀！咦，哎，盐水打了，哎，快，好了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顶级叔叔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快点！什么？是什么？我看看。你看，是不是地照？嗯，像是地主的地租账。嗯，这一定是地主往南朝鲜逃跑的时候埋这儿的。像，这是什么？一定是账本。爸爸，这里还有您的名字呢。啊？金永山，3块钱。今天我看到了这笔血泪账，我想到了你爷爷他在万恶的旧社会，让地主把血都吸干了，病在家里，连一副药都吃不起呀。临死以前，他一次一次的嘱咐我，他说我死了，你们好歹的把我埋了就算了，可千万别借债。你们要是找地主借债，就会家破人亡，祖祖辈辈还不清啊！
可是我这做儿子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总得买口棺材，好好埋葬你爷爷。你爷爷在世的时候，我连点糖水没孝敬，我就向皇地主求了1天，才借了3块钱的。唉，做梦没想到，你爷爷说的对，就是这3块钱把你妈妈给逼死了。就是埋葬你爷爷那天，可恨的皇帝主来到咱们家，他像个野兽一样，横行霸道的把你妈妈给带走了。我死说活说的也不行，逼着你妈妈给他家干活，还他那3块钱的债。可怜的妈妈，刚生完了你弟弟，还不到20天，就背着你弟弟去给地主家捣米。当时把我的肺都要气炸了。这笔阎王债还也还不清啊！我眼看着你妈妈这样受苦受罪，你妈妈吃不饱，脸都肿了，还得从早到晚咬着牙给皇地主家干活啊！可有什么办法？有一天，他又累又饿，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他就昏过去了。他倒下去，就再也没有起来。他背上还背着孩子，这孩子就是秉基。你妈妈怀着仇恨死去。你太老实了，爸爸。你为什么让那个野兽活着？啊？你为什么不拿起斧子砍死那个地主？那个时候，咱没有权呢。万恶的地主，他叫穷人死就活不成。一想起旧社会，就像黑夜一样，我就……可是爸爸，您好像把过去都忘了，啊？我怎么能忘呢？要是没忘的话，怎么能是这样呢？
您只管自己，都快变成自私自利的人，你想这样做对吗？要像您这样生活的话，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？我过去有一阶段思想糊涂，一心想离开农村到工厂去。我一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就很难过，觉得对不起党。爸爸，您应该多关心集体啊！要像您这样生活的话，怎么能够报仇呢？现在的阶级敌人还没有消灭光啊，爸爸。丙基说的对呀，祖国的南半部还被美国鬼子霸占着，那些可恨的地主还在欺压穷人，那儿的生活比过去还苦，要吃没吃的，要穿没穿的，不是妻离子散，就是家破人亡。有的母亲为了活下去，就像我母亲那样，背着孩子去给地主做工，可在路上被美国鬼子的汽车给活活压死。有些婴儿刚刚生下来，还没有吃上一口奶，就叫美国鬼子杀害了，多悲惨的情景啊！你想过这些没有？嗯，爸爸，这一切你不感到痛心吗？首相教导我们要团结一致，互相帮助，把我国建设的繁荣富强，才能赶走美国侵略者，解放南半部的兄弟姐妹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关心集体，不能光顾自己的家呀。爸爸，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阶级苦，我们要革命化。首先应该从我们家开始。我们家的家长是父亲，父亲走什么道路，对他的子女影响很大。要是我们家不革命化，我这个分组组长怎么能领导大家共同前进呢？只有我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，才能有我们个人的幸福啊！爸爸，首相给了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村庄，我们应该让它像鲜花一样盛开。你拿的什么？委员长同志，这是地主的变迁账，这里面有我们父母的血泪史。现在我才懂得这是什么。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生活，我们要懂得今天应该更有意义的生活。所以我建议民青组织应该向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要进行阶级教育，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阶级苦，更加热爱今天幸福的生活。你的想法非常好，我们召开一次民青盟员会，用这些给大家上一堂阶级教育课。
再往上一点。这边给我把住啊！哎，好。哎，你们看呐，永山大哥把木头给送来了。你看，永山大叔来了。哈。你们看什么呀？快卸车吧！大叔你好。哎。大叔，真的送来了。快抬木头吧！来了。永山大哥，哎，喝点水吧。哎。永山大哥，看这些孩子。我已经完成任务了。你回来了啊！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记者同志，这是机械化作业班班长。我非常高兴见到你，作业班班长同志。我听说了你很多事迹，还听说了那个1年挣600公分的亲事呢。顺基啊，你怎么把这些都介绍给记者了呢？原来你们俩是这么个关系啊！我现在才明白，这么说你是在你妻子的教育下才进步的了啊？记者同志，你没看见吗？我在我妻子面前连动都不敢动啊！大爷来了，你好，记者同志。你看，这些可爱的孩子真好啊！首相说，他们是祖国的花朵，就让这些花朵盛开吧，盛开吧。可是，我们传给这些孩子们什么呢？我们的生活1年比1年的好啊！可是这一切的未来都是他们的，我们要注意，不能让他们沾染上旧思想，什么利己主义呀、封建主义呀，这些个旧思想啊，在我头脑里都有点啊。所以首相亲切地教导我们农民必须尽快地实现革命化呀！我一定赶快的加油，首先搞好革命化呀！你说的对呀，我们要实行革命化，要学习首相崇高的革命意志，要成为忠于党的坚强的革命战士。不仅我们要搞革命化，而且世世代代都搞革命化。为了贯彻农村问题提纲，我们要自觉地搞好思想和文化革命。对，是啊，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。为了建设社会主义，我们要首先搞好思想革命，所以必须进行自身的革命化、家庭的革命化和作业班的革命化。我们要让红色鲜花在全国盛开。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，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，我们大家要英勇奋斗啊！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你都参观过了？是啊，这个农庄可真太好了啊！
你好。你好。咱们乘机来信了。哦，乘机来信了。这就是我当兵的孙子。是啊，真变样了。你爸爸打败了美国鬼子回来了，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又想侵略我们，你要把所有的侵略者都打跑了再回来。他威武的像个英雄啊！我们共同帮助他。哎，老人说你几句，你就顶撞他们。你没有完成民情组织交给你的任务，你这样多长时间了？你不学习，也不愿意过民清的组织生活，你的思想长锈了。农村有多少工作等着青年去做？你的岁数也不算小了，快给你娶媳妇儿了。也该听话了。行了，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。哥哥，你很少替我着想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不关心我的前途。秉基，你不能这么说话呀！你哥哥还会挡着你的进步。你这种思想到哪儿都一样，就是叫你到工厂去，也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。看看，现在咱们全村男女老少黑天白夜的进行抗旱斗争，可你成天想着前途，你这思想太成问题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你哥哥回来了，咱们都好好干活，咱们全家再没有操心的事儿了。他从小没有妈，就有个犟脾气，他要说个不字，谁说他也不听啊！哎，真叫人头疼啊！民清组织为他费了不少心。秉哲，我得跟你好好谈一谈。他在民清会上挨批评了，心里不痛快。你要是再批评他，还能受得了啊？他总是这样，怎么能行呢？您不能太惯着他了。唉，我是怕他受委屈呀。他就是有个犟脾气，所以我想，他愿意到哪儿去，就让他到哪儿去吧。唉，现在你回来了，他要到工厂里，能够找到工作，他就不会挨批评了，也就安下心来了嘛。就他这种思想，到哪儿都得挨批评。哼，慢慢的就会好了。
你是参过军的人了。哎，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？你以为你小时候？爸爸，啊，是你，有事吗？等我很久了吧？坐下。是啊，请你给我开个件信。啊，好，请坐。请你快点。你怎么这么忙呢？先坐下。你愿意这样生活下去吗？你再想一想。可真有意思，这么多人在关心着我。什么？如果你真的要走，我们也不强留你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无论到哪儿，我们的工厂，我们工人阶级，是不会让那不遵守纪律、不服从组织分配的人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别着急，我的话还没说完。战争给我们还留下一些残疾，工作是困难的。很多工作需要去做，我们要战胜这些困难，咬咬牙一定要战斗。现在美国鬼子正找机会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，我们和美国鬼子的斗争还没有结束。可是你呢？为了个人打算，总想离开战斗岗位。丙基同志，我们不能放你走，让我们在这光荣的战斗岗位上共同奋斗，攀登社会主义高峰。我们朝鲜青年有革命热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丙基同志。从那以后，丙基就觉悟了。他工作的很好吧？不是这样的。看来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，人不能受到一次批评，听到一次劝告就改过来。我也是才认识这个道理。是，他也够固执的了。丙基同志在他的生活道路上，又碰到一个意外的问题。永山大叔正忙着给他张罗办婚事，衣服料钱，面条5毛钱，公共汽车2毛钱。爷爷啊？太大了。啊。哎，正合适啊。你看多大呀？哎，合适。看多好看呢！哎，快去吧。1块2毛钱，再加上1毛。哎，不对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还喝了1杯酒呢。爷爷，你笑什么？啊，算对了。
哎呀，你看，太大了，把喝酒的钱忘了算。让我看看。来，你看看。哦，那是给程吉爹买的衣服料，这是给他叔叔结婚穿的。真好啊！哎，对了，来，你看看，就是这个姑娘。是啊。快去玩去，这没你的事儿。陈吉呀，去吧。不知他叔叔喜不喜欢？啊？他叔叔。啊？哎呀！你喜欢吗？哎，你看越喜欢呐，嘴唇厚说明他不爱多说话，胖说明他身体结实。听说去年他挣了600公分啊，600公分啊！哎，1个公分3公斤半米，这就是2吨多粮食，另外还有现钱。行了，您别叨叨了，我不想结婚。看样子，你想找个好看的姑娘啊？一个女人，她能劳动、孝敬父母就行啊。哼，好看的脸蛋能出大米吗？你如果要是不反对，这个月底咱们就办喜事儿，啊？我们快点把她娶过来，好挣工分啊！哎，你说的什么呀？他今年多大了？比丙吉大2岁，岁数正合适。他还比他大2岁，耐心说服，让他自己认识他所犯的错误。可您净跟他嚷，您这样做很不好。你说什么？用不着你来多管闲事，嗯？哎，别喊了，人家还以为我们吵架呢。走，回屋去。你这个爱叨叨的嘴，叫我怎么说你呢？应当知道自己的毛病，你怎么好跟人家吵呢？怎么着？照你这么说，他把苗圃的帐子都给撞倒了，我再鼓励他，你就高兴了？啊？你给我进屋待着去！你呀，哼！嘿，哎呦，永山大哥，庄稼事弄得可真好啊！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地和鸡起的是一天栽的，可你的长得绿油油的，多壮啊！嘿，我连抽袋烟的功夫都没有啊！怪辣的，抽烟还得花钱，多不合适啊！能比给辣椒铲草有意思吗？啊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哎，你从作业班里回来呀？是啊。哈，哎，你没听说叫我们赔钱的事儿吗？赔钱？我儿子丙基呀，把木杖子给撞坏了啊！我听说了，大家都说啊，这回一定得让他赔钱，连上回打的那个菜缸一块儿赔。哦，一块儿赔钱？现在要是开会呀，我也提意见，得让他包赔损失啊。
你还有脸在家里头坐着？哼！你呀，哼，到处给我惹祸！你开的哪门子拖拉机呀？赔吧！爷爷，你猜我拿的什么？我猜不着，叫你叔叔猜去。这还猜不着？你看，爸爸要回来了。哦。来，念念，快点，大声念念。我已复原，数日内回家。秉哲，电报从哪儿打来的？城里。哎，好极了！他一定是复员到工厂了啊！嗯，哦，你哥哥分配到工厂了？是啊，电报是从城里打来的。成吉呀，咱们呐要到城里去住了。嗯，你每天都可以看电影儿。妈妈，爸爸要回来了。什么？爸爸要回来了？嫂子，来电报了。哎，咱们呐要准备搬家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我哥哥到工厂里去了。他叔叔，明天让你去开会。啊？明清开会？以上是本星期的工作计划。还有一件事需要讨论，那就是怎么样来帮助丙基同志。他不按分配参加劳动，工作不努力，擅自开拖拉机撞倒了木杖子。我的意见，组织上应该严肃处理。他擅自开拖拉机，撞倒了木杖子是很严重，可是，进来。到隔壁等一下吧。可是更严重的是，他不爱劳动，不服从组织分配，不遵守组织纪律，不接受批评。他把这次撞倒木杖子的原因都推到杨的身上，不从自己思想找原因。民情委员长同志，应该严厉的批评他，处分他，他才能改正错误。我同意。你们的意见是处分他，处分就能使他转变吗？我看咱们还是再研究一下，怎么能更好的帮助他。大家谈谈吧。我们要热情的帮助他，不要对他冷淡。让他进来。哎，你同意吗？民情委员长同志，丙基同志，丙基同志，民情委员长他走了。真客气。同志们，25个小分组里已经有5个小分组除完了第1遍跑了，我们大家要加油干的。为了实现，我们向党和首相表着决心，
我们一定要分秒必争。水田要除5遍草，旱田要除3遍草。25个分组里，我们是第5名，这也不错了。这回1分组那个大胡子组长可落在后边了，我太痛快了。上次竞赛总结的时候，气得我都没吃下饭去。今天晚上我得吃2大碗面条，坐在组长跟前好好气气他。这个办法不错。成绩妈，成绩妈呢？成绩妈在这边地里除草呢。大娘，成绩爹回来了。什么？成绩爹？啊，真是回来了啊！成绩爹回来了，走，咱们快看看去。哎，快点！你好，大婶。你好啊！怎么不捎个信就回来了？顶着你回来了，大叔，太好了！你们都好吧？你好。哦，这是谁呀？我是老朴家的小儿子，不认识啦？长这么大了。哎，你在前方立了不少战功啊！啊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不是啊，秉哲回来了，咱们村可又多一个壮劳力呀！快回家看看去吧，家里人都等着你呢。快回去吧，成绩妈该多高兴啊！啊，快回去吧，走吧，快回家吧。是啊，是变了，咱们村的变化可真大呀！哎，你还没见着你爹吧？啊，他现在没在家，可能下地去了。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他一天从早到晚1分钟也不闲，像个蜜蜂似的，总是忙着干活，真是不怕辛苦，可勤快了。是吗？他给集体干活也挺勤快，可给自己家干起活来，连觉都不睡了。好，晚上咱们有功夫再谈吧。哎哎。落后分子。爸爸，成吉，成吉，你都上学了？我们什么也不羡慕。嗯，对。爸爸。嗯。为什么别人总对叔叔有意见呢？啊，我不明白。叔叔说等爸爸回来，他就要到工厂去。爸爸，你别让他去啊。嗯，你最喜欢叔叔。睡觉去吧。爸爸。啊？妈妈还说你不对呢。说什么？说你不给家里写信。快睡觉去。爸爸。又有什么事儿？爷爷的名字也登在墙报上了。登在墙报上？表扬爷爷什么了？批评爷爷耕地的时候专挑好地耕。
应该放在你的活上。鸽子喜欢什么呢？大豆。真气人！你哥哥像个铁人，白天黑夜的干，我真感动。可我不明白，他对你不关心，你应该主动找你哥哥去说说。他是咱们分组的组长，哼，他说话是能够解决问题的。行了，切，我不想说了。第1和第2分组已经开始在找地下水源了。同志们，如果地下水源能找到，首先可以灌溉那边20丁步的旱田，明年春天可以变成水田。这个计划，同志们怎么样？哎，这个计划不错呀。照你这么说，都变成稻田，那该多好啊！是啊，那就叫一举两得呀！啊！我看那边柳树底下可能有水源，挖挖看看。可以试试，就是。哎，眼下活这么忙，又那么大的工程，如果要是没有水，那不白耽误工了吗？哦，哪有那么多顾虑呀？这叫做保守主义啊！哎，说的对呀，等着水自己流出来嘛，那是保守思想。永山，你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，你得发言呐。是啊，大家有什么意见提提吧。永山大叔，快说说吧。永山呐，别写了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。啊！我们青年人要求打冲锋，抓紧干，快找出水源来。好，对，我敢干。3分组先开会。哎，秉基，你还有个魂没有啊？现在是1天等于10天，看看你年轻力壮的，你还想怎么的？你白长这么大个个子了，真够呛。走吧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才能懂事？现在咱们全村人都动员起来，投入了抗旱。您先把园子里的活放下，别总是龙自留地了。你也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去打井吧。我们也为打井的事开会了。他叔叔，年轻也开会了吧？秉基，你要振作起来，好好干，起个带头作用，大家会改变对你的看法。你哥哥说的对，好好干活，让大伙好好看看咱们。我想你能够会变好的。为了执行首相的指示，建设我们新农村，咱们家应该起模范作用，不能落在后边叫人家议论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哎，加油干啊！再干！哎，抓住了！哎，哎呦！
哎，快点干呐！你好，老爷爷。呵，你还来呀？怎么不在大树底下睡觉了？我从来就没看见你按时来过。哼，我怎么了？我就是休息了一会儿。我说，你没看见那边地里的庄稼都快旱死了吗？啊？怎么？现在是你到池塘里去抓鱼的时候吗？啊？你在我工作里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什么？切，真讨厌。真够呛。来，给我。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愿意在哪干就在哪干。哎，大嫂，程吉他叔叔最近情绪很不好，你跟他谈谈吧。他想到城里去工作，你愿意让他去吗？那他是怎么想的？你回家以后，他的情绪更坏了，我怕他突然自己走了。我不知道我弟弟秉基是这样不听民情组织的教育，所以我们工作开展的不好。我们希望你帮我们关心秉基同志的思想进步。面党委也非常关心他的进步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只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您。你能告诉我这些太好了。你好。你辛苦了。你在家更辛苦了。爸爸，啊？你看表扬妈妈呢。李凤女同志的事迹。什么同志？啊，不是，是李凤女妈妈的事迹。李凤女妈妈每天很早就去下地，她一天完成日工作量的3倍。啊？这是谁呀？你好。啊，顺基呀，长这么大了。他现在是民情委员长了。是吗？对不起，委员长同志。爸爸，把你帽子给我。嗯。程吉，看。我们家秉基没有很好的参加民情组织生活吧？怎么了？啊，我相信他会变好的。顺基为他也操了不少心呢。看你大嫂，你回来我就放心了。他说你回来他就到工厂去，前几天他还说把家搬到城里去呢。我先到李委员长那儿去一下。大嫂，你怎么不等秉德大哥到家就跟他说了？我不说他也会知道，到时候还会说我瞒着他，生我的气呢。啊，看你说的，我最喜欢我叔叔。他给集体干活也挺勤快。
可给自己家干起活来，连觉都不睡了。我相信他会好的。你回来我就放心了。他说你回来他就到工厂去，前几天他还说把家搬到城里去呢。哎，好了，成吉呀，过来，叫爷爷好好看看。嫂子啊，成吉可真有意思。他说等他爸爸回来，他要当人民军，还让我教给他快点长大。爸爸，爸爸啊，你在部队里常看电影吗？当然常看。他是个电影迷。哼，妈妈，你看过《英雄李寿福》那个电影吗？爸爸，啊，你见过英雄李寿福吗？他真勇敢。没见过，可我知道他。成吉呀，可聪明了，知道的英雄人物事迹也多。哦，真的。等你长大了，参加人民军，也要跟英雄李寿福叔叔那样，啊？是。爸爸，啊，该开会去了。哎，我该找同学学习去了。哎，好。你怎么不去开会啊？啊，哥哥，咱们赶快搬到工厂里去吧。工厂，我一直等着你回来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咱们全家也搬到城里去住。我的事儿都怨爸爸，要不是他拦着我呀，我早就不在农村了，搬到城里去，到工厂搞技术去了。定基，你说什么？嗯，我是说到工厂，我一定是一个革新者。可在这儿能搞出什么名堂来？嗯，是这样，难怪人家议论你。你工作是为了搞名堂，你好好想想，这是什么思想？丙基同志，开会了。你开会去吧，别乱想了，快去吧。嗯。
2、1。接过去，接过去，好，打过去，哎，好，好，猛打，哎，该你走了。丙基同志，丙基同志，我要的那本书你给我带来了吗？这算什么图书管理员呢？你来了，好，开会吧。听说丙级他们小分组除草除的不干净，啊，地里生了很多草，所以他们得分少，又落后了。是吗？啊。哎，又升旗又是我们的了，可真对不起了。别那么得意。同志们，我们大家不能松劲儿啊！除草质量要提高，除草的次数也要增加呀。为了多除一遍草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再加把劲儿。金日成首相在一次现场会议上曾经教导我们，要把兴修水利看作是技术革命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要找到水源，哪怕是多增加1滴水，也要用来灌溉我们的旱田。我们的粮食要增加产量，把国家的仓库都装满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才可以无愧地说，我们是农业生产战线上的红色战士。好，散会了。哎，组长同志，我们的胜利可以说是没问题的，你不同意？我说他大婶啊，这可真抱歉呐。你看看，你不羡慕吗？嗯，我看不见。我最近呐得了夜盲症了。听说晚饭你吃了2大碗面条，这能消化得了吗？啊！我现在已经饿了，还得吃1大碗呢。啊！好家伙，他可真能逗乐子，就连你这大胡子都说不过他呀。我现在还不认输，你先别高兴。这点小事算什么？不算什么，还不是因为你们，咱们小分组才输的。同志，你不觉得难为情吗？什么？行了，走吧，走。出
买10辆小自行车，还有木枪，再买点乐器来。好啊，孙金同志，还要点什么呀？啊？你都参观过了啊？这个农庄可真太好了。嗯。哦，什么时候安装的？机械化作业班刚给安装上。啊，真是太好了。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。在你们这儿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你今天就走吗？副园长同志，木头已经解决了。啊，别忘了技术课今天考试。哎。同志，我还想访问几位同志。啊，机械化作业班班长他现在在哪儿呢？机械化作业班班长啊。啊，你怎么对他感兴趣？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他的事迹。没有什么事迹，不像你所听说的那样。是吗？我可听说很生动啊。他现在不在，出车到郡里办事去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非常想要见一见他。那你去访问一下幼儿园的负责同志，他是我们这儿的民青委员长。啊，他在哪儿？我正准备要去访问他呢。他们宣传队现在可能在地里。啊，辅石同志。啊？你陪着记者去找一找顺基。好吧。顺基同志，记者同志找你。一路上辛苦了。您好，打搅您了，想和您谈谈。好，给你苹果，给你，你一个，来，你一个。他是个民青盟员，有一阶段闹过思想问题，可那是过去的事了。谢谢。那去玩吧。那么，你们是怎么帮助他的呢？记者同志，我看一个人要相信自己的力量，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是啊。种这些苹果树的时候，有些同志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丰收的景象，更想不到我们村子会变成这样。可是没有多久，正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使这些实现了。秉基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那时候，他就一心想离开这里，离开生他和养育他的村庄，所以他没有一天不是。昨天晚上，丙基同志没来参加技术学习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听说他昨天晚上因为头疼没来。我看他最近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。听说他想离开这儿。我也听说了。我们不能让他走，我们也有责任。咱们过去很少关心他，从思想上对他帮助也不够，应该找他谈谈。你说呢？是啊，他最近和组织的关系越来越远了。我看你得找他好好谈一谈。最近他也不好好学习，给他图书馆里工作也不爱干。咱们多动动脑筋，想法帮助他。嗯。哎呀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说，你伤着没有啊，小伙子？怎么搞的？把苗圃的帐子都撞倒了啊！就因为这只羊。你这个惹事的家伙！哎，我真不知道你要想干什么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啊，不要紧的，不干自己的活，到处惹事。司机同志，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哼，看你那样，还总要想开个拖拉机。你看，一只眼了。算了吧，为了这么点小事儿，你别垂头丧气的。你不开就别开嘛。我说的对不对呀？哎，他这太能惹事了。我看呐，这回非得让他赔钱不可。哎，永山，咱们回家吧。永山，你的丙基又惹事了。什么？他开着拖拉机把苗圃的帐子都给撞倒了。我看这回非得让他赔钱不可。你也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的儿子。申计他爹发火了，还教训起人来了。您看见田埂坏了，应该帮他。我赌上，让他在那种自己的大麦。爸爸，我说你又怎么了？爸爸，您应该好好的跟永山大叔说，不应该唠唠叨叨的责备他。得了，我又不是民情盟员，用不着你来管我。您不能这么说。我怎么说不用你管，你少来插嘴。您和他吵不能帮助他，刚才对丙基也是。应该快去吧。
该你走了。丁吉同志，丁吉同志，我要的那本书你给我带来了吗？这算什么图书管理员呢？你来了，好，开会吧。听说丙级他们校分组除草除的不干净，啊，地里生了很多草，所以他们得分少，又落后了。是吗？啊。哎，又升旗又是我们的了，可真对不起了。别那么得意。同志们，我们大家不能松劲儿啊！除草质量要提高，除草的次数也要增加呀。为了多除一遍草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再加把劲儿。金日成首相在一次现场会议上曾经教导我们，要把兴修水利看作是技术革命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要找到水源，哪怕是多增加1滴水，也要用来灌溉我们的旱田。我们的粮食要增加产量，把国家的仓库都装满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才可以无愧地说，我们是农业生产战线上的红色战士。好，散会了。哎，组长同志，我们的胜利可以说是没问题的，你不同意？我说他大婶啊，这可真抱歉呐。你看看，你不羡慕吗？嗯，我看不见。我最近呐得了夜盲症了。听说晚饭你吃了2大碗面条，这能消化得了吗？啊！我现在已经饿了，还得吃1大碗呐。
啊！好家伙，他可真能逗乐子，就连你这大胡子都说不过他呀！我现在还不认输，你先别高兴。这点小事算什么？不算什么，还不是因为你们，咱们小分组才输的。哼，同志，你不觉得难为情吗？什么？行了，走吧，走。我们什么也不羡慕。嗯，对。爸爸。嗯。为什么别人总对叔叔有意见呢？啊？我不明白。叔叔说等爸爸回来，他就要到工厂去。爸爸，你别让他去啊！嗯，你最喜欢叔叔。睡觉去吧。爸爸。啊？妈妈还说你不对呢。说什么？说你不给家里写信。快睡觉去。爸爸。又有什么事儿？爷爷的名字也登在墙报上了。登在墙报上？表扬爷爷什么了？批评爷爷耕地的时候专挑好地耕。应该放在你的活上。鸽子喜欢什么呢？大豆。真气人。你哥哥像个铁人，白天黑夜的干，我真感动。可我不明白，他对你不关心，你应该主动找你哥哥去说说。他是咱们分组的组长。
他说话是能够解决问题的。行了，切，我不想说了。第1和第2分组已经开始在找地下水源了。同志们，如果地下水源能找到，首先可以灌溉那边20丁亩的旱田，明年春天可以变成水田。这个计划，同志们怎么样？哎，这个计划不错呀。照你这么说，都变成稻田，那该多好啊！是啊，那就叫一举两得呀！啊！我看那边柳树底下可能有水源，挖挖看看。可以试试，就是。哎，眼下活这么忙，又有那么大的工程，如果要是没有水，那不白耽误工了吗？哦，哪有那么多顾虑呀？这叫做保守主义呀！哎，说的对呀，等着水自己流出来嘛，那是保守思想。永山，你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，你得发言呐。是啊，大家有什么意见提提吧。永山大叔，快说说吧。永山呐，别写了，怎么想着就怎么说吧。我们青年人要求打冲锋，抓紧干，快找出水源来。好，对，我敢干。3分组先开会。哎，秉基，你还有个魂没有啊？现在是1天等于10天，看看你年轻力壮的，你还想怎么的？你白长这么大个个子了，真够呛。走吧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才能懂事？现在咱们全村人都动员起来，投入了抗旱。您先把园子里的活放下，别总是龙自留地了。你也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去打井吧。我们也为打井的事开会了。他叔叔，年轻也开会了吧？秉基，你要振作起来，好好干，起个带头作用，大家会改变对你的看法。你哥哥说的对，好好干活，让大伙好好看看咱们。我想你能够会变好的。为了执行首相的指示，建设我们新农村，咱们家应该起模范作用，不能落在后。你呀，哼，到处给我惹祸！你开的哪门子拖拉机呀？赔吧！爷爷，你猜我拿的什么？我猜不着，叫你叔叔猜去。这还猜不着？你看，爸爸要回来了。哦。来，念念，快点，大声念念。我已复原，数日内回家。秉哲，电报从哪儿打来的？城里。哎，好极了！他一定是复员到工厂了啊！哦，你哥哥分配到工厂了？是啊，电报是从城里打来的。成吉呀，咱们呐要到城里去住了。你每天都可以看电影。妈，爸爸要回来了。什么？爸爸要回来了？嫂子，来电报了。哎，咱们呐要准备搬家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我哥哥到工厂里去了。他叔叔，明天让你去开会。啊？明清开会？
以上是本星期的工作计划。还有一件事需要讨论，那就是怎么样来帮助丙基同志。他不按分配参加劳动，工作不努力，擅自开拖拉机撞倒了木杖子。我的意见，组织上应该严肃处理。他擅自开拖拉机，撞倒了木杖子是很严重，可是，进来。到隔壁等一下吧。可是更严重的是，他不爱劳动，不服从组织分配，不遵守组织纪律，不接受批评。他把这次撞倒木杖子的原因都推到杨的身上，不从自己思想找原因。民青委员长同志，应该严厉的批评他，处分他，他才能改正错误。我同意。你们的意见是处分他，处分就能使他转变吗？我看咱们还是再研究一下，怎么能更好的帮助他。大家谈谈吧。我们要热情的帮助他，不要对他冷淡。让他进来。哎，你同意吗？民青委员长同志，丙基同志，丙基同志，民青委员长他走了。真客气。同志们，25个小分组里已经有5个小分组除完了第1遍跑了，我们大家要加油干的。为了实现我们向党和首相表的决心，我们一定要分秒必争。水田要除5遍草，旱田要除3遍草。25个分组里，我们是第5名，这也不错了。这回1分组那个大胡子组长可落在后边了，我太痛快了。上次竞赛总结的时候，气得我都没吃下饭去。今天晚上我得吃2大碗面条，坐在组长跟前好好气气他。这个办法不错。成绩妈，成绩妈呢？成绩妈在这边地里除草呢。大娘，成绩爹回来了。什么？成绩爹？啊，真是回来了啊！成绩爹回来了，走，咱们快看看去。哎，快点！你好，大婶。你好啊！怎么不捎个信就回来了？顶着你回来了，大叔，太好了！你们都好吧？你好。哦，这是谁呀？我是老朴家的小儿子，不认识啦？啊，长这么大了。哎，你在前方立了不少战功啊！啊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不是啊，顶哲回来了，咱们村可又多一个壮劳力呀！快回家看看去吧，家里人都等着你呢。快回去吧，成绩妈该多高兴啊！啊，快回去吧，走吧，快回家吧。
是啊，是变了，咱们村的变化可真大呀。哎，你还没见着你爹吧？啊，他现在没在家，可能下地去了。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他一天从早到晚1分钟也不闲，像个蜜蜂似的，总是忙着干活，真是不怕辛苦，可勤快了。是吗？他给集体干活也挺勤快，可给自己家干起活来，连觉都不睡了。好，晚上咱们有功夫再谈吧。哎哎。落后分子。爸爸，成吉，成吉，你都上学了？啊。啊。你好。你辛苦了。你在家更辛苦了。爸爸，啊，你看表扬妈妈呢。李凤女同志的事迹。什么同志？啊，不是，是李凤女妈妈的事迹。李凤女妈妈每天很早就去下地，她一天完成日工作量的3倍。啊，这是谁呀？你好。啊，顺基呀，长这么大了。他现在是民青委员长了。是吗？对不起，委员长同志。爸爸，把你帽子给我。嗯。成吉，看。我们家丙吉没有很好的参加民情组织生活吧？怎么了？啊，我相信他会变好的。顺基为他也操了不少心呢。看你大嫂，你回来我就放心了。他说你回来他就到工厂去，前几天他还说把家搬到城里去呢。我先到李委员长那儿去一下。大嫂，你怎么不等秉德大哥到家就跟他说了？我不说他也会知道，到时候还会说我瞒着他，生我的气呢。啊，看你说的，我最喜欢我叔叔。他给集体干活也挺勤快，可给自己家干起活来，连觉都不睡了。我相信他会好的。你回来我就放心了。他说你回来他就到工厂去，前几天他还说把家搬到城里去呢。哎，好了，成吉呀，过来，叫爷爷好好看看。嫂子啊，成吉可真有意思。他说等他爸爸回来，他要当人民军，还让我教给他快点长大。爸爸，爸爸啊，你在部队里常看电影吗？当然常看。他是个电影迷。哼，妈妈，你看过《英雄李寿福》那个电影吗？爸爸，啊，你见过英雄李寿福吗？他真勇敢。没见过，可我知道他。成吉呀，可聪明了，知道的英雄人物事迹也多。哦，真的。等你长大了，参加人民军，也要跟英雄李寿福叔叔那样，啊？是。爸爸，啊，
该开会去了。哎，我该找同学学习去了。哎，好。你怎么不去开会啊？啊，哥哥，咱们赶快搬到工厂里去吧。工厂，我一直等着你回来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咱们全家也搬到城里去住。我的事儿都怨爸爸，要不是他拦着我呀，我早就不在农村了，搬到城里去，到工厂搞技术去了。定基，你说什么？嗯，我是说到工厂，我一定是一个革新者。可在这儿能搞出什么名堂来？嗯，是这样，难怪人家议论你。你工作是为了搞名堂，你好好想想，这是什么思想？丙基同志，开会了。你开会去吧，别乱想了。你想找个好看的姑娘啊？一个女人，她能劳动、孝敬父母就行啊。哼，好看的脸蛋能出大米吗？你如果要是不反对，这个月底咱们就办喜事儿。啊？我们快点把她娶过来，好挣工分啊！哎，你说的什么呀？他今年多大了？比丙基大2岁，岁数正合适。他还比他大2岁呢。成吉他奶奶就比我大2岁。过日子嘛，女人大一点还是好啊。看样子，他叔叔不大愿意。嘿，在他爸爸跟前，他能说愿意吗？我知道他不好意思说。嘿，你说对吧？等成吉爸爸回来商量商量，赶快定下来吧。来呀！你干什么？你知道丙基最近为什么听话了吗？是啊，他比过去老实多了。他要娶亲了，真可笑。这有什么可笑的？哎，你想一想，他当着新媳妇的面挨批评那个样那他也不能总像现在这样挨批评啊。听说他哥哥好好把他训了一顿。听说丙基他爹要给他娶的那个姑娘，去年挣了600公分呢。哎呀，听说呀，他还比他大2岁呢。呀，大2岁啊，那一定是永山大叔做的主。他不是看上了那个姑娘，是看上分了。是那600个公分啊，把他给吸引了。你们说这些有什么意思？怎么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哦，要结婚了。啊，你别讨厌的啊。哼，我不爱听这些。我现在啊，就想劳动。哎，你还记得那个谁呀？啊，就是到工厂劳动的那个。哦，是达善呐。对，就是他。我现在啊，就想找他去。
快啊！拽，好了，往上拉。好嘞，往上拉，快点，快点拽，快点拽。好好，同志们加油干呐！啊，加油干，快！好，加油！快点，快点！拽，往上，快点！秉基又到哪儿去了？听说到郡里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他在这儿干了几天，我以为他变好了，谁知道老毛病又犯了。要下雨了，您上哪儿去？哎，不要紧的，我给牛割点草去。您别去了，我去割吧。你弟弟到哪儿去了？叫人不放心呢。啊，听说到郡里去了。哦。等他回来，你跟他谈谈，我想他会明白过来的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嗯，去办点事儿。办事儿？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说一声？爸爸为你挺不放心的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说什么？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是不是到郡里找工作去了？找工作去了。秉基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嗯，你到打井工地去看看，都在那儿忘我的劳动，除了你都参加了打井。我不愿意见那些人，你最好别管我的事儿。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哥哥，你不知道关心我，你为什么总留我在这儿呢？你知道大家怎么说我吗？我不愿意让我的青春浪费在这儿。什么？浪费青春？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你们这是怎么了啊？我们打了3年仗，难道就是为了保护像你这样的人吗？让你这样的生活？你给我滚出去！你愿意我走我就走。他叔叔，嫂子，哎呀，真是的，他叔叔。
基，你不用管我了。秉基，不能忘记过去呀。那些苦日子永远不能忘记。在旧社会里，咱们家没有1寸土地，家里穷的没有饭吃。那时候，你瘦得皮包骨，饿得你哭着跟妈妈要奶吃，妈妈流着眼泪哄你别哭，把你紧紧抱在怀里，这情景好像就在我的眼前。今天，首相分给我们土地，让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秉基呀，我们应该加倍努力。可你要离开这儿，这不对呀，弟弟。我想，就是死100次，也报答不了首相山一样的恩情。我错了，哥哥。出水来！现在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分组胜利的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，对吧？现在还不能这么说，等把水引到地里，旱田变成水田，增加了产量，那时候才可以说我们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。但是我们完成的还很不够。你说的对呀。叫人家议论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哎，加油干啊！快干！哎，抓住了！哎，哎呦！哎，快点干呐！你好，老爷爷。呵，你还来呀？怎么不在大树底下睡觉了？
我从来就没看见你按时来过。哼，我怎么了？我就是休息了一会儿。我说，你没看见那边地里的庄稼都快旱死了吗？啊？怎么？现在是你到池塘里去抓鱼的时候吗？啊？你在我工作里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什么？切，真讨厌。真够呛。来，给我。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愿意在哪干就在哪干。哎，大嫂。程吉他叔叔最近情绪很不好，你跟他谈谈吧。他想到城里去工作，你愿意让他去吗？那他是怎么想的？你回家以后，他的情绪更坏了，我怕他突然自己走了。我不知道我弟弟秉基是这样不听民情组织的教育，所以我们工作开展的不好。我们希望你帮我们关心秉基同志的思想进步。面党委也非常关心他的进步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只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您。你能告诉我这些太好了，我们共同帮助他。哎，老人说你几句，你就顶撞他们，你没有完成民情组织交给你的任务，你这样多长时间了？你不学习，也不愿意过民情的组织生活，你的思想长锈了。农村有多少工作等着青年去做？你的岁数也不算小了，快给你娶媳妇儿了。哎，也该听话了。行了，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。哥哥，你很少替我着想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不关心我的前途。秉基，你不能这么说话呀！你哥哥还会挡着你的进步。你这种思想到哪儿都一样，就是叫你到工厂去，也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。看看，现在咱们全村男女老少黑天白夜的进行抗旱斗争，可你成天想着前途，你这思想太成问题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你哥哥回来了，咱们都好好干活。咱们全家再没有操心的事儿了。他从小没有妈，就有个犟脾气。他要说个不字，谁说他也不听啊！哎，真叫人头疼啊！民情组织为他费了不少心。秉哲，我得跟你好好谈一谈。
他在民情会上挨批评了，心里不痛快。你要是再批评他，还能受得了啊？他总是这样，怎么能行呢？您不能太惯着他了。唉，我是怕他受委屈啊。他就是有个犟脾气，所以我想，他愿意到哪儿去，就让他到哪儿去吧。唉，现在你回来了，他要到工厂里，能够找到工作，他就不会挨批评了，也就安下心来了嘛。就他这种思想，到哪儿都得挨批评。哼，慢慢的就会好了。你是参过军的人了，哎，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？你以为你小时候，爸爸。是你，有事吗？等我很久了吧？坐下。是啊，请你给我开个件信。啊，好，请坐。请你快点。你怎么这么忙呢？先坐下。你愿意这样生活下去吗？你再想一想。可真有意思，这么多人在关心着我。哼。什么？如果你真的要走，我们也不强留你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无论到哪儿，我们的工厂，我们工人阶级是不会让那不遵守纪律、不服从组织分配的人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别着急，我的话还没说完。战争给我们还留下一些残疾，工作是困难的。很多工作需要去做，我们要战胜这些困难，咬咬牙一定要战斗。现在美国鬼子正找机会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，我们和美国鬼子的斗争还没有结束。可是你呢？为了个人打算，总想离开战斗岗位。丙基同志，我们不能放你走，让我们在这光荣的战斗岗位上共同奋斗，攀登社会主义高峰。我们朝鲜青年有革命热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丙基同志。从那以后，丙基就觉悟了。他工作的很好吧？不是这样的。看来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，人不能受到一次批评，听到一次劝告就改过来。我也是才认识这个道理。是，他也够固执的了。丙基同志在他的生活道路上，又碰到一个意外的问题。永山大叔正忙着给他张罗办婚事，衣服料钱，面条5毛钱，公共汽车2毛钱，
爷爷。啊？太大了。啊。哎，正合适啊。你看多大呀？哎，合适，看多好看呢！哎，快去吧。1块2毛钱，再加上1毛。哎，不对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还喝了1杯酒呢。爷爷，你笑什么？啊，算对了。妈，哎呀，你看，太大了，把喝酒的钱忘了算。让我看看。来，你看看。哦，那是给成吉爹买的衣服料，这是给他叔叔结婚穿的。真好啊！哎，对了，来，你看看，就是这个姑娘。是啊。快去玩去，这没你的事儿。陈吉呀，去吧。不知他叔叔喜不喜欢？啊？他叔叔。啊？哎呀！你喜欢吗？哎，你看越喜欢呐，嘴唇厚说明他不爱多说话，胖说明他身体结实。听说去年他挣了600公分啊，600公分啊！哎，1公分3公斤半米，这就是2吨多粮食，另外还有现钱。行了，您别叨叨了，我不想结婚。看样子啊。买10辆小自行车，还有木枪，再买点乐器来。好啊，孙军同志，还要点什么呀？啊？你都参观过了啊？这个农庄可真太好了。嗯。哦，什么时候安装的？机械化作业班刚给安装上。啊，真是太好了。
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。在你们这儿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你今天就走吗？啊？副园长同志，木头已经解决了。啊，别忘了技术课今天考试。哎。同志，我还想访问几位同志。啊，机械化作业班班长他现在在哪儿呢？机械化作业班班长啊。啊，你怎么对他感兴趣？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他的事迹。没有什么事迹，不像你所听说的那样。是吗？我可听说很生动啊。他现在不在，出车到郡里办事去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非常想要见一见他。那你去访问一下幼儿园的负责同志，他是我们这儿的民青委员长。啊，他在哪儿？我正准备要去访问他呢。他们宣传队现在可能在地里。啊，副师同志。啊。你陪着记者去找一找顺基。好吧。顺基同志，记者同志找你。一路上辛苦了。你好，打搅您了，想和您谈谈。好，给你苹果，给你，你一个，来，你一个。他是个民青盟员，有一阶段闹过思想问题，可那是过去的事了。谢谢。那去玩吧。那么，你们是怎么帮助他的呢？记者同志，我看一个人要相信自己的力量，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是啊。种这些苹果树的时候，有些同志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丰收的景象，更想不到我们村子会变成这样。可是没有多久，正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使这些实现了。秉基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那时候，他就一心想离开这里，离开生他和养育他的村庄，所以他没有一天不是。昨天晚上，秉基同志没来参加技术学习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听说他昨天晚上因为头疼没来。我看他最近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。听说他想离开这儿。我也听说了。
我们不能让他走，我们也有责任。咱们过去很少关心他，从思想上对他帮助也不够，应该找他谈谈。你说呢？是啊，他最近和组织的关系越来越远了。我看你得找他好好谈一谈。最近他也不好好学习，给他图书馆里工作也不爱干。咱们多动动脑筋，想法帮助他。哎呀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说，你伤着没有啊，小伙子？怎么搞的？把苗圃的帐子都撞倒了啊！就因为这只羊。你这个惹事的家伙！哎，我真不知道你要想干什么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啊，不要紧的，不干自己的活，到处惹事。司机同志，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哼，看你那样，还总要想开个拖拉机。你看，一只眼了。算了吧，为了这么点小事儿，你别垂头丧气的。你不开就别开嘛。我说的对不对呀？哎，他这太能惹事了。我看呐，这回非得让他赔钱不可。哎，永山，咱们回家吧。永山，你的丙基又惹事了。什么？他开着拖拉机把苗圃的帐子都给撞倒了。我看这回非得让他赔钱不可。你也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的儿子。设计他爹发火了，还教训起人来了。您看见田埂坏了，应该帮他。我赌上，让他在那种自己的大麦。爸爸，我说你又怎么了？爸爸，您应该好好的跟永山大叔说，不应该唠唠叨叨的责备他。得了，我又不是民情盟员，用不着你来管我。您不能这么说。我怎么说不用你管，你少来插嘴。您和他吵不能帮助他，刚才对丙基也是，应该耐心说服，让他自己认识他所犯的错误。可您净跟他嚷，您这样做很不好。你说什么？用不着你来多管闲事，嗯？哎，别喊了，人家还以为我们吵架呢。走，回屋去。你这个爱叨叨的嘴，叫我怎么说你呢？应当知道自己的毛病，你怎么好跟人家吵呢？怎么着？照你这么说，他把苗圃的帐子都给撞倒了，我再鼓励他，你就高兴了？啊！你给我进屋待着去！你呀，哼！嘿！哎呦，
永山大哥，庄稼事弄得可真好啊！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地和基起的是一天栽的，可你的长得绿油油的，多壮啊！嘿，我连抽袋烟的功夫都没有啊！怪辣的，抽烟还得花钱，多不合适啊！能比给辣椒铲草有意思吗？啊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哎，你从作业班里回来呀？是啊。哈，哎，你没听说叫我们赔钱的事儿吗？赔钱？我儿子丙基呀，把木杖子给撞坏了啊！我听说了，大家都说啊，这回一定得让他赔钱，连上回打的那个菜缸一块儿赔。哦，一块儿赔钱？现在要是开会呀，我也提意见，得让他包赔损失啊。你还有脸在家里头坐着？